態。喺11月8號至9號呢個之間啊，有個非常之重大嘅發現。呢個 Three Eye Atlas 發現到有7個噴流嘅結構出現。呢個發現絕對係一個革命性嘅發現啊！咁咧有2個人，一個叫做 Frank Liebing 同埋呢個叫 Michael Buechler， 就用望遠鏡嘅長曝光嘅方法揭示至少有7個獨特嘅噴流啊，包括2條反尾噴流係指向太陽嘅，長度好誇張啦，係有950萬公里咁長，而另一條主要嘅噴流係指向相反嘅，佢仲長得誇張，係有285萬公里咁長。呢啲噴流嘅規模係木星同太陽嘅距離嘅10倍，絕對係前所未有嘅發現。呢個反尾噴流係違反通常物理嘅預期啊，因為密度係比太陽風係高出100萬倍，暗示呢個核心直徑係超過5公里，可能係10公里或者更加大嘅，總質量係超過500億噸。呢個